真美。是啊。黄妃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怎么样，张太医？并无大碍，只是娘娘身体虚弱，臣回去开一副药，调理一下便可。既然并无大碍，那就请你不要张扬了，免得太皇太后和皇后担心。你觉得对吗，张太医？是，娘娘。我的身体劳您费心了，改日一定重谢。娘娘好生休养，臣告退了。我这是犯了心病，是因为私立皇上过度才会晕倒的。哎呀，你呀，一定是嗑瓜子嗑上火了啦！哎，少嗑一点瓜子就没事了啦。皇祖母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消息了？啊？北边传来密奏，皇上遇刺了，刺客兵刃淬毒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！皇上他还活着吗？没有伤到要害，只是毒性极强。皇上现在已经昏迷了。咱们治出解药了吗？圣儿虽然中毒，可脑子还算清醒。兵器早已送回圣都，解药今早已经制出。可是要把解药送到皇上那里，至少需要10余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把解药送过去，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。好孩子，你要坚强一些。圣儿还在等你呢。这是圣儿让我给你的信。我去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娘娘，什么事啊？张太医。哦，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可是送去北漠的药出了问题。什么？不是，那是什么事？皇后娘娘，这臣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啊！今日皇妃娘娘在御花园晕倒，微臣为她把脉，发现她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晕了。2个多月啊！看我不折腾死你！娘娘给小人吃的是什么药？金戈。金戈。吃进去。皇后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！娘娘，您不能进去！快走！娘娘，娘娘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娘娘，嫔妾哪儿也不去。
这不是嫔妾的，这是皇上留下。娘娘为何突然打嫔妾呀？皇上走了3个多月，你肚子里2个多月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皇后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嫔妾知错了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娘娘饶命啊！你不替皇上倒好，你昧着良心把皇上挂在嘴边，我都替他心寒。男人们在北漠豁了性命去打仗，保家卫国，你却在宫中偷起人来了！皇后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娘开恩，嫔妾再也不敢了。传令下去，将皇妃的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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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将奸夫处死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念在皇妃有孕在身，少了吧！典为庶人，娘娘饶命！发配岭南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是娘娘，娘娘饶命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奴婢从来没见您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也没见您下过这么重的责罚。您别为了不值当的人气坏了身子啊！我不是气他，我更担心的是齐生，他可能快要死了。啊！怪不得您从太皇太后宫里出来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娘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难道是九王他们动手了？我现在没有心情再提起这件事情，更没有勇气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总之，明天一早，你陪我动身前往北漠。绿篱啊，我们是去送解药，不是去旅行，少装点啊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让娘娘苦着呀。什么叫苦着呀？齐胜现在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娘娘，怎么能说是因为您呢？我现在好后悔。齐胜走的时候问我会不会舍不得他走，我当时没有说出口，现在后悔都没有机会。如果当时我跟他说出了那句话，他也不会孤独地等死。娘娘，您先别把什么责任都往您自己身上揽。您先听奴婢说一句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恨不得造一架飞机，马上飞到他身边。飞机？娘娘，奴婢跟了您这么久，多少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。您怎么就不想想，皇上早就知道九王要在北漠谋反，一定会有所防备的，怎么会突然遇刺呢？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听到给九王治罪的消息啊！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想过，我就说嘛，我这个脑袋都能想到，娘娘肯定是留好后手了吧？这次真没有。啊！娘娘，别人的安危我可不管，但是您我必须得管。您就没有想过，皇上这次如果是故意把您引过去，您可就没有后路可退了。现在我真的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着，但凡有1/1000的机会，齐胜在病榻上等着我，这个北漠我是去定了。哎呀，这些都不要带了，奴婢不带便是了。哎，你别都拿走啊，绿篱，绿篱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快，鹏鹏给皇祖母请安。鹏鹏，解药哀家给你送来了，哀家就不去送你了。哀家年岁已高，受不了那离别之苦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齐胜好好的带回来。鹏鹏，你真的是个不寻常的女子，比哀家想象中还要坚强。
若这次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归来，一定要珍惜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。快把解药收好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，保重。快，丽丽，娘娘，请上车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骑马去。你把这匹马卸下来。是。你骑上这马，带上丽丽。娘娘，北漠的路途艰辛，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还是坐马车吧。都闭嘴！卸马，速速启程。是。救！娘娘，马已经走不动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是啊，娘娘，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都差点撞树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人仰马翻的。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，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。我们已经日夜兼程8天了，就算人能硬撑着，马也走不动了，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。行了，大家都累了，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来，来，那边马都牵过来。哎，来，这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，歇会儿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你要相信皇上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明白，尽人事知天命。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，耽误了他的性命。哎，你说，哎。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
累死我了！看看，危急关头救你于水深火热的，还不得是我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你把我扛过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呢。谁让你来救我了？我哪有什么危险了？对了，我不是让你去找九王给他送信吗？现在齐胜那边怎么还出事了？我还没来得及见到九王，就收到了风声，说是齐胜遇刺中毒，皇后您被押到北漠来了。难道九王刺杀成功了？那你知不知道齐胜那边什么情况了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怕消息是假的，你又被齐胜押了来，一旦你到了他手中，就是凶多吉少了，所以我才把你救出来的呀。哎呀，你脑洞也太大了吧！你哪两只眼睛看见我是被押过来的？难道你是自愿来的？我是自愿来的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人家这不关心你吗？好了，我这不挺好的，也没什么危险吗？你赶紧回去吧。还回去干嘛？你不会是爱上齐胜了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你在圣都不好好做你的皇后，来这皇家野岭郊游呢？是啊，我就是有些不放心，顺便过来看看情况。唉，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本来以为你和九哥可以成为牛郎和织女，嫦娥与猪八戒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。唉，好累，感觉不会再爱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，我也不知道爱上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。行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啊！救命啊！我快窒息了！姐姐放过我吧！啊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救命啊！啊！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皇后在半路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好有缘呐，又和你相遇了。小野，哎呦，圆你个头啊！我说杨言，你不认识路，你在前面带什么路？姐姐，我没在前面带路，我只想要走在你前面，想要保护你。那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皇后娘娘！皇后娘娘！皇后娘娘！
非礼我呀？啊，我，舒服吗？硬吗？好硬啊！我懂你年轻火力旺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孤男寡女，你难免心中有一团火。但是你也不能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！谁要对你下手了？不是，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。要是齐胜拿到解药，咱们都得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反正只要齐胜不死，怎么都行。我就说吧，齐胜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为了他扔下我们一船的人。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一听到齐胜要死，我就特别难受。我甚至很后悔，杨言，我不希望他死。你真是糊涂！姐姐，为了九哥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言，你放开我！杨言，你别碰我！杨言，杨言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齐胜有救了！爷爷，拉我一把！你干什么？我虽然没有洁癖，可你这也太脏了吧！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媳妇儿谁介绍给你的？那好吧。好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女神大人竟然为了男人，变成了一坨翔。哎呀！唉，真是形象尽毁，形象尽毁啊！你以后还怎么面对我呀？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们走吧。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言，杨言，杨言，裴静，我在这儿呢。
撤！哈！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？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书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撤！皇上，前方有不明物体。那便是皇后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丝零落，缠绕着丝枷锁。金装玉裹，你受苦了。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。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许多。给你的破解药。
似枷锁，心中雨过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年月里蹉跎，轮回中错过，被遗忘的人是我，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，望着却无法触摸，还是可与我。皇上，恕臣多嘴。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粮草运到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是。你醒了。我的水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才刚醒来，就不要浪费力气说话了。你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希望我死吗？我不希望你死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又一次耍我。齐少，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了。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，我是在和自己打赌。你能赌什么？我赌你会来，我赌你不会舍下我。凡是赌局，都只是一场游戏，胜负输赢早就是安排好的。越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人，越会在游戏中无法自拔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对你，我的确是失控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赌。我屡次三番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自己赌。我庆幸，这最后一次，我终究没有失去你。你认为你一直在让我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一次次的在玩弄别人的命。你误解我了。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给你选择的机会，那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。我
我永远无法做出伤害你的事，更希望你能被我感化。你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我接受不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能来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今后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杨将军，请。九哥，你怎么？我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，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。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杨言，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。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醒呀？娘娘。您看您都瘦了，娘娘，您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咱们就回宫，奴婢给您做好吃的，好好给您补补。娘娘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丽丽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，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。本来看不到你，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你醒来之后，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。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但是什么？娘娘，您可别吓我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娘娘，皇上对您表钟情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，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
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不知道九王那边怎么样了？唉，娘娘，您说男女之间的事儿，怎么都这么麻烦呢？皇上，杨将军，今晨杨素去牢中巡查，发现九王的牢房中空无一人。经臣调查，疑似是臣的逆子杨延和他的狐朋狗友帮九王逃的狱。不过，臣已经派人速速抓捕九王和他的同伙。九哥，杨都去哪儿了？走，出去看看。嗯。九哥，那人放羊去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人要是倒起霉来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九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才使能转运吗？唉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鹏鹏一面，也不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了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很失望吧。刺杀一事败露，齐胜是否也要对他动手呢？九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赶回圣都去见他了吗？我要在牢里不那么说，你能跟我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皇后娘娘，您恐怕是见不到了，因为她也来了北漠。她来北漠了？她来北漠干什么？是不是齐胜命人把她捉来的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救她。哎呀，九哥，你别再傻了。九哥，齐胜皇上自己中毒，张鹏鹏不顾艰辛来到北漠，就是为了给他送解药。他现在没准正在将军府里吃燕窝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像是爱上齐胜了。不行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。九哥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是送死。不如让我回到平宁城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做打算。好。
恭喜赵王啊！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几座重镇，彰了我南下大军的士气。之前臣没有识得赵王的将才，是臣眼拙了。嗨，倒不是杨将军眼拙，怪只怪我平时太低调了，聪明才智太难被大家发现了，这还得感谢皇上对我的重用啊。二哥从小就偏爱习武，在兄弟几个人当中，又是最通兵法的，只是一直被误解成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瞧我这肱二头肌，这多么的健壮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还有8块腹肌、人鱼线，我要不是今天穿的太厚了。赵王如此之骁勇，朕接下来的部署也会对你委以重任。皇上，打仗就是越战越勇。我现在刚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存在的价值。皇上，您就尽管用我吧。我军在平宁城休养生息也有些日子了，朕打算下一步命杨将军暗中带领大军攻破北漠都城上京，同时由赵王伏击各地救援上京的兵马，为杨将军扫除外围障碍。皇上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兵马派到外边去，平宁城无人驻守，要是万一……我们不了解鞑子的军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不能莽撞迎战。朕是想智取。哦，皇上，您用的是空城计呀！皇上英明，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啊！羊屎，新来的羊屎！九哥，你回来了。九哥，刚才我采了好大一坨羊屎，还是稀的。要我说，待在羊圈里算了，这里的羊粪简直就是奇门绝阵，任凭谁都进不来。你快别说笑了，都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先说你想听的吧，皇后娘娘果然在将军府里住着呢。可否有办法安排我与她见一面？现在将军府里重兵把守，虽说我有一身好本事，但是还是进不去。我曾经想过，刺杀计划也许会失败，但即使是失败了，大不了也就是一死。为了鹏鹏，我做这一切都值得。但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，怕他会变心。现在，他果然变了心。九哥，说句实在话，只要你活着，咱们就不是没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赢得了天下，就等于赢得了所有。我曾经还愚蠢地想过，即使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被我的真诚所打动。九哥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爹和我的哥哥们调集兵马出了平宁城，赵王那儿也在整装待发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齐胜攻于心计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宁马上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。哦，原来齐胜是在使计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彻底翻盘，才能夺回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齐胜会用空城计，我们也给他来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借刀？借谁的刀啊？齐胜的敌人，北漠的鞑子。九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可是通敌呀！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做，你不必牵扯进来。九哥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能找到马吗？马倒是没有，不过那边有一头可爱的毛驴。走吧，九哥。
首领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南下女人，那女人称自己是皇帝的女人。什么？皇帝的女人？你带进来，带进来。是。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你真是南下皇帝的女人？正是。就你这点姿色，还是皇帝的女人？啊！皇帝的女人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？你的话不可信。皇上带兵到北漠打仗，我心里舍不下他，就偷偷跑出来，本想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被你们的人给捉住。空口无凭，我怎么信你的话呀？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，我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若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定会要你们好看。嘴还挺硬的啊！不过如果真的把你带到南下皇帝面前，我看着还敢不敢跟我打仗？来啊，带下去，好生养活着。哼！不要信这女人的鬼话，她就是骗吃骗喝的啊！听我的，带下去！首领，有个自称南下王爷的人求见。这南下人什么情况啊？啊！一会儿是皇帝的女人，一会儿是皇帝的兄弟，这都什么情况？带进来，带进来！是。这位奇怪的兄弟，你们首领呢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！我就是北漠的首领。你们谁是南下的王爷？在下就是南下来的九王爷。你来我们北漠大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有些事情，我猜你应该是想知道的。啊？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下去吧。啊！努曼迪。哥们儿，就你这种笑法是病，得治。杨岩，治啊，治！如今齐生已经把大部分的兵马都聚集在了北漠都城上京，平宁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，没有什么兵驻守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啊？你现在上京救援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就应该集中兵力攻打平宁城。南下的皇帝就在那座空城里，拿下了平宁，灭了御驾出征的皇帝，那成功就唾手可得了。说的倒是挺有道理，但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的身份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来意吗？
我不甘心臣服于齐圣，南下的皇帝他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借助我北漠的力量，灭掉你南下的皇帝，好助你登基？你照我说的去做，于你于我都有好处。这共赢的局面，我相信你是不会错过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出门打仗吧，就得殊死一搏。外面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了？皇上没告诉您吗？皇上告诉我什么呀？奴婢听说，北漠人突然攻到了平宁城下，好像就快抵挡不住了。皇上准备出发，亲自督战。速速为我准备战衣。